全身家過億捐款有壓力，鄧兆尊揭藝人捐100萬，點解要講啊？大埔宏福苑5級火災造成嘅大傷亡，正所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。除咗中國同香港以及海外嘅企業宣布會捐款支援災民之外呢，唔少藝人呢亦都係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嘅。不過啊，嗰啲藝人嘅捐款數目多少呢，亦都成為咗外界嘅關注焦點，引起咗好多討論。譬如曾經被質疑嘅素海霖呢，就爆泄咁話：捐幾多錢關你叉事咩？嗱，喺藝人裏邊呢，其中一個最有資格咧，就呢個話題講嘅人呢，當然就係鄧兆尊啦。嗱，佢身為已故慈善靈王新馬師曾嘅長子，被指係坐擁多個物業，身家過億。咁佢近日喺一個 YouTube channel 節目裏邊呢，就被問到藝人捐款係咪會有壓力㗎？兆尊就好淡定咁話：我講你聽係冇壓力嘅。調翻轉講，點解我要出嚟講俾人聽我捐咗幾多錢啫？其中一個主持人呢，繼續追問啦，佢話唔講，但都會有人問你有冇捐錢啊嘛。兆尊呢就繼續話啦：嗱，每個人呢都有自己嘅睇法。我屋企教我呢，做咗善事係唔使講俾人聽，自己心安理得就得㗎啦。我而家講俾你聽嘅原因係第一，因為我而家揾緊食啊嘛。我話俾你聽係因為我費事俾人插啫。嗱，至於其他點解有啲人捐錢就會喺自己嘅慈善基金嗰度講出嚟，因為嗰啲呢真係捐錢啊。私人攞出嚟嘅就未必係捐錢啦。嗱，因為例如每年嘅歡樂滿東華人祭，點解咁多人衝出嚟捐錢啊？嗱，啲大有錢佬因為啲錢可以抵消佢哋俾嘅稅啊嘛。藝人都一樣噶，例如你捐100萬，咁呢嗰啲稅咪可以扣翻免稅額100萬咯。嗱，所以好多藝人呢衝出嚟話俾人知我捐咗呢啲錢啊，咁稅收嚟緊嘅稅咪可以俾少咗咯。嗱，咁以上呢就係兆尊對啲藝人捐錢嘅睇法。咁其實無論捐幾多都好啊，你係捐100萬、200萬、300萬、500萬都好啊。其實呢個世界呢，捐錢就冇話多與少嘅，最重要都係嗰份心意嘅啫。鄧兆尊講得最啱啦，佢話捐錢最重要係咩啊？就係心安理得啊！大家係咪覺得係咁呢？佢講得啱唔啱啊？